好，Sophia 你好啊。係，Simon 你好啊。你好啊，我哋不如先講下恒指嘅情況先啦。係啊，今日恒指咧，其實咧都算係叫做反彈翻少少啦。不過咧就真係咧都企唔翻喺23,600呢啲咁嘅位置啊。咁有啲投資者係覺得啦，恒指咧真係而家咧都係叫做一個弱勢震盪，我唔係反轉啦。咁至少咧都要睇翻佢可唔可以企翻喺23,600嘅呢個位置。加上咧可能咧市場喺度等4月2號嘅關稅政策啊。咁而家個市場咧都係比較縮量都有啲明顯啦。咁投資者係覺得啦，暫時呢個市況咧，真係都唔係好適宜啦，牛熊去過夜啊。Simon 你又點睇啊？嗱，其實咧，如果睇翻而家即係近呢幾日嘅話咧，如果投資者都會覺得可能係即係牛熊咧都唔係咁適合嘅話咧，其中一個因素，頭先聽 Sylvia 你對於投資者個觀察見得到就係話好似個走勢比較弱啊，啲力量比較弱啊，都係比較平穩為主。其實今日的而且確係啊，今日的而且確見得到咧，整體嚟講咧都會係比較悶啦，可以咁講啦，波幅唔係好大，比較悶啦。咁所以變咗投資者佢會覺得可能其實即係暫時呢一刻，如果係牛熊證嘅話咧，其實即係最多可能都係玩day trade 為主啦，又或者可能係即係短炒都係以一啲短線嘅部署為主。呢個我覺得都係可以理解嘅，因為畢竟咧，其實當佢嗰個波幅細，冇一個明確嘅方向嘅時候咧，其實牛熊證的而且確係難炒啲嘅，咁啊更加唔好講窩輪添啦，窩輪就即係有其他嘅一啲嘅條款嘅因素所影響啦，可能就會係嗰個嘅槓桿或者嗰個嘅波幅亦都會更加細。咁所以變咗喺而家呢一刻嚟講，睇住今日嘅市況嘅發展嘅話咧，其實個恆指真係比較悶啊，咁樣就所以觀望其實都可以理解嘅。對於之後嘅一個嘅睇法咧，就係嗱，其實坦白講呢幾日咧見得到都係恆指都係處於一個下跌嘅趨勢，咁所以變咗暫時唔可以話太過樂觀，話有啲咩突然之間會反彈翻嘅一啲嘅情緒喺度咁樣樣。再加上如果睇翻月線圖嘅話咧，始終都係恒指嗰個嘅收市價咧，以今日嚟講啦，佢始終都係偏離咗嗰個保力加通道嘅頂部啊，即係佢以月線圖嚟講。咁所以變咗其實都會擔心會再有一啲嘅調整下跌嘅情況會出現㗎。所以投資者嘅話咧，如果係而家呢一刻即係暫時未有入市嘅，都可以等一等咯，等個市況再行定啲，有一個比較明顯啲嘅方向，又或者個升勢再行翻嚟嘅時候，先再考慮翻部署一啲嘅衍生品咧。我覺得都會比較合適啲嘅。好啦，咁或者我哋不如睇下個股啊。既然恒指指數整體上比較悶，有冇一啲個股比較精彩咧，Sylvia？係啊，我哋睇下普普馬特先啦，真係走勢好醒神啦。咁樣咧，普普馬特咧，琴日就真係喺即前咧就跌咗6個幾點啦。咁不過咧，今日咧就開始反彈啦，甚至乎咧喺下晝咧即係公佈咗業績之後啦，就一路飆升上去啦，升咗10個點啦。咁而家投資者就覺得啦，哇個業績都幾靚喎，有冇機會挑戰一下150蚊嘅一個位置咧？嗯，嗱，其實見得到咧，9992咧隻普普馬特咧，坦白講下，其實呢一隻股票一路以嚟咧，都即係升得好好。咁呢個一路以嚟咧，其實就都可以追溯翻，大概去到係真係2024年嘅2月份啊，所以可以咁講啦。9992其實就真係差唔多升足2年咁滯。係啦，我真係唔知道有冇投資者真係2年之前嘅時候就已經即係有留意下佢啦。咁就嗰陣時其實記得到大概都係十零蚊，未到20蚊呢啲水平啊。唔覺唔覺咧，去到而家咧就已經即係升到上去140蚊，甚至乎挑戰過啲高位147蚊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其實就即係普普馬特，無論係一個短期嘅走勢啦，即係無論睇翻日線、週線嚟講都好，其實佢整體嚟講都會係行得比較靚嘅。咁至於投資者可能問啦，譬如去到而家咁樣樣，其實9992仲有冇機會可以挑戰一啲嘅高位咁樣樣，或者去到150蚊樓上咧咁？好啦，如果我哋睇翻一個嘅先講阿 Ben 嗰個嘅分析先啦，阿 Ben 嗰個嘅技術分析嘅阻力位咧，大概就喺158蚊啊。咁就如果升穿158蚊嘅話咧，就會上望至165蚊添。咁所以變咗，其實如果即係回答翻投資者嘅問題，佢有冇機會可能會去穿150咧？如果喺個阻力位嘅分析咧，係有機會會上到158蚊嘅。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俾翻投資者一個參考，係啦。咁就如果佢真係會再即係再升上去嘅話，咁呢個其實穿150蚊，其實係個可能性其實係喺度。不過當然要留意翻啦，始終咧，譬如好似今日咁樣樣，佢去到147嘅話，其實就啱啱即係而家已經穿咗保利加通道嘅頂線啦，即係如果日線圖嚟計。
咁所以變咗咧，亦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會有少少調整之後咧，再慢慢先至上。雖然話頭先所講啦，阻力位可能會見得到158蚊啦，咁但係呢個都可能係需要一啲嘅時間，等個股價慢慢去走上去嘅時候咧，就可能先至會再見得到嘅一個嘅即係穿150嘅一個情況啦。咁啊，都想問翻 Sylvia 咧，即係波馬就冇得講噶啦，我相信而家冇乜投資者會買 put 輪嘅啦。我想問下，有多唔多投資者留意佢嘅 call 輪咧？係咁，好馬特咧，咁今日咁樣突然間咁飆升啦，咁好多投資者都會順勢追翻個 call 輪㗎。畢竟咧，就真係中午收市前咧都係升3個點左右嘅啫，跟住之後飆到7個點，10個點喎，真係都個升空間都幾大㗎。係啦，如果真係臨尾今日食翻個美糊嘅話，即係應該都相當開心啊！好，我將我哋睇下第二隻個股啊，跟住你會同我哋講邊一隻？係，我嚟睇一睇招商銀行先。好啊，招商銀行晒尾3968咧。係啊，3968啦。咁佢業績之後啦，就真係有啲殺跌啦。最多嘅時候咧，跌過6個幾點㗎，跌到45蚊附近啦。咁投資者咧就覺得啦，今日嘅一個跌法啦，都算係一步到位啦。覺得45蚊附近可以入下手喎。咁Simon你又點睇啊？嗯，嗱，如果話佢今日嗰個嘅跌勢嘅話，嗱，其實見得到咧，好得意啊，3968咧，其實呢幾日啦，就即係大概自從係3月19號啦，其實佢都係一路處於一個下跌嘅一個嘅趨勢。咁今日個跌勢咧，其實坦白講，我覺得係比較急嘅。咁至於話跌完未咧咁樣樣，某程度有機會係未跌夠，我只會覺得驚佢未跌夠。未跌夠嘅原因咧，其實有幾個嘅。第一，如果睇翻日線圖嘅話咧，其實如果佢嗰個嘅趨勢係繼續向下行咧，佢有機會真係會見到保力加通道嘅底部咧，大概就喺44蚊半。咁所以變咗去到以而家收市價計45.7蚊啦，佢離個保力加通道嘅底部咧都仲有一少少嘅距離。咁所以都會好擔心咧，就係話咧有機會佢會喺即係短期之內啦，有機會可能真係會再落一落45.5蚊呢一啲嘅位啦。咁如果譬如話再睇翻以一個嘅周線圖嚟講，如果佢真係會再調整得再深少少嘅，可能有機會真係去到差唔多係41.6蚊呢一啲嘅水位。咁所以變咗，如果話而家呢一刻去睇佢跌定未咧？咁其實有機會佢其實係未跌定，簡單講嗱，就有啲擔心咧，佢會有機會會再進一步去下跌嘅嗱。咁所以變咗，如果喺而家呢一刻未買嘅投資者，咁就可能可以去再等一等，睇下佢有冇機會會再跌多少少，咁就先再去做一啲嘅部署。我見到阿 Ben 咧而家俾出嚟嗰個嘅技術分析啊，佢最新嗰個嘅支持位咧，大概咧就係喺呢一個44.2蚊左右附近嘅嗱。咁就如果穿咗44.2蚊嘅話咧，就亦都係會見到大概就係42.5蚊左右呢啲嘅水位，咁所以都可以俾翻投資者去有個參考。頭先都聽 Sylvia 你講啦，見得到話即係3968啦，就都會有啲投資者可能佢哋會覺得就係即係跌完未啊咁樣樣。其實係咪有投資者部署緊去買佢相關嘅衍生品咧？係咁，投資者咧就真係細細注啦，咁都暫時嚟講都唔咁係咩嘢嘅，覺得咧就45蚊附近可以先入第一注先啦，跟住再視乎後續嘅情況，睇下再加唔加注咁樣咯。嗯哼，好啊，咁就係咯，睇下佢嘅後住嘅，即係睇下佢後市嘅走勢如何啦。如果真係跌定咗啦，先再慢慢再去加倉嘅話咧，我覺得其實亦都係合適嘅。好，或者我哋睇下另外一隻個股啊，跟住你會落嚟同我哋講邊一隻？係，我哋睇下快手先咁，即係快手真係公佈咗業績啦，但係咧就真係個走勢已經6連跌啦。咁其實短線有冇機會反彈下咧？OK，我相信如果過往有留意開快手嘅投資者咧，近排佢個走勢咧都即係有點而失望啊，因為都坦白講，好似 Sylvia 你嘅觀察咁講，6連跌，咁況且呢一個嘅跌咧，其實就亦都已經令到個股價去翻，如果以日線圖嚟講咧，就係喺翻嗰個保力加通道嘅下方，咁所以變咗就其實喺個嘅走勢上面嚟講咧，其實就唔係話特別太理想。咁所以有機會咧，佢真係會再繼續向下行嘅可能性其實係存在。咁如果佢繼續向下行嘅話咧，就睇到而家當前咧日線圖嚟講，保力加通道嘅底部大概就係喺48.6蚊左右附近。咁所以如果譬如佢真係再跌落去咧，有機會可能真係會穿50蚊嘅，係啦，即係1024。如果再跌落去，有機會穿50蚊。我見到阿 Ben 而家俾出嚟最新嗰個嘅支持位咧，就係啱啱好喺50.8蚊啊。
50蚊8，啱啱50蚊邊。咁如果穿咗50蚊8嘅話咧，阿 Ben 佢計出嚟嘅最新嗰個嘅支持位咧，第二個支持位咧就去到46蚊1。嗱，咁呢個可以俾翻投資者有一個參考。咁樣都想問翻 Sylvia 啦，見得到就係即係1024個正股個股價咧一路連跌幾日。有冇啲投資者其實開始慢慢去部署一啲嘅 call 輪或者係牛證去搏佢反彈咁咧？暫時嚟講啦，1024啦都有啲資金留意 call 輪或者牛證嘅，不過咧就投資者覺得啦，可能喺50蚊邊位啦，再去部署可能會比較安全啲咯。OK，係啊，我覺得如果係真係要去買嘅話咧，就等一等，等佢再跌定多少少先，跟住先再作部署咧，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合適嘅。好，或者我哋講下下一隻，下一隻你會同我哋講邊一隻啊？係，我哋睇下藥明生物啦，2269。好，請講。咁2269咧，咁今日咧就真係先低後高啦，叫做反彈翻上嚟啦。咁投資者咧就覺得啦，25蚊以下咧都可以買下噶咯喎，仲要有我覺得咧有機會挑戰下30蚊嘅。咁300你又點睇咧？哦，25蚊以下，OK。嗱，其實咧，如果睇翻2269咧，佢就佢今日固然係即係跌一啲比較低嘅位置啦，咁啊去到而家最後收市都係去翻26蚊2。咁樣嘅話咧，嗱，其實如果佢有機會會跌，即係如果佢有機會，譬如話呢幾日都仲會再有啲嘅調整下跌嘅話咧，可能大概投資者可以留意就係24蚊9呢一個位，係啦。24蚊9咧，其實而家就係嗰個269個保歷加通道嘅一個嘅中線嘅位置。咁咧喺過往嗰段時間啦，譬如話喺今年3月啦，其實2269咧都曾經試過去到嗰個嘅保歷加通道嘅中線附近。咁而當佢去到中線附近嘅時候咧，都會開始去翻一個橫行然後向上嘅一個嘅格局。咁所以咧，如果譬如話假設佢今次亦都係再重演翻股價咧去到呢一個嘅保歷加通道嘅中線附近嘅話咧，跟然後再反彈嘅話咧，咁如果根據呢一個推測咧，所以投資就可以留意住咧，佢而家個中線咧大概咧就係喺24.9呢一個位置啦。咁我見到如果阿 Ben 佢俾出嚟個分析都係差唔多，都好類近。佢會再睇得保守少少，就係咧當然呢個係計出嚟啦嚇，只不過我演繹得為叫做保守少少啫。佢嘅計算咧見得到咧就係大概喺23蚊8，穿咗23蚊8嘅話咧就會去22.4。咁所以變咗，如果係簡單啲去講嘅話，可能都會留意翻23蚊邊啦，即係23、24蚊呢一啲嘅位，係啦，睇下佢會唔會企得穩。如果企得穩嘅話咧，咁就可以再慢慢部署啦。但係如果譬如佢企唔穩嘅話咧，咁啊有機會真係會再跌翻落去，可能再跌多少少去到22蚊呢一啲嘅水平。咁就都係問翻 Sylvia 啦。藥明生物啊，而家呢一刻嚟講，投資者留意正股比較多，定係都會去參與相關嘅衍生品咧？暫時嚟講咧，就留意正股係比較多啲嘅。有啲投資者覺得咯，真係26蚊啊，又覺得有少少貴咗少少啦。希望咧，即係等佢回踩翻去24蚊啊，或者係23蚊嘅一個水平啊，再去部署翻個相關嘅一個衍生品咯。嗯哼，Sylvia 你講得好啱啊！我自己都會覺得喺而家呢一刻咧，26蚊咧稍微有少少貴咗少少嘅。若然真係個走勢好似投資者所講嗰個分析一樣，去翻大概24蚊度嘅時候咧，我覺得會買得舒服啲啲。好，或者我哋講下今日最後一隻個股啊，你會同我哋講邊一隻啊？係，我哋睇下海底撈啊，咁又係公布咗業績啦。咁其實個股價走勢都真係幾理想啊。咁投資者係覺得咧，有冇機會咧挑戰下18蚊，甚至乎係18個半呢啲咁嘅水平咧？好嗱，咁我哋見得到即係海底撈啦，咁就話即係有業績公布咁樣樣，咁跟住個股價有啲嘅回升咁樣樣。好啦，嗱，如果譬如話我睇翻阿 Ben 而家佢俾出嚟嗰個嘅阻力位下，當前嘅阻力位咧大概就係喺18蚊半左右，係啦。如果升穿咗18蚊半咧，就會跟住再上網咧，就會大概去到19.2。咁咧，而投資亦都可以留意翻咧，而家當前嘅保歷加通道嘅頂部咧，大概就喺18.2左右附近嚇。咁所以咧，如果係真係有機會會再發力再上咧，先睇一睇就係18.2佢係咪到先。如果穿咗15.2咧，就有機會可能再去翻就係18.5係啦。咁但係18.5咧都未去得翻佢之前嘅一個高位係18.6啊。咁所以變咗就即係呢度都係爭少少咁樣樣。咁如果真係可以之前18.5呢個阻力位升穿嘅話咧，就真係有機會可能會見到19.2再一啲嘅之前嘅啲高位啦。咁就坦白講，都係一步一步嚟啦。
以而家個現價17.6蚊嚟講嘅話，首先睇咗佢第一個就係保利加通道頂啦，大概係18蚊。18.2蚊啦嚇，咁啊穿咗18.2蚊嘅話咧，就睇下 band 佢俾嗰個嘅阻力位就18.5蚊，係啦。先睇呢兩個位先，睇下能唔能夠過到，過到之後咧就可以再慢慢進一步去分析。咁樣見到海底撈今日嗰個嘅正股嘅走勢比較理想啦，都想問翻 Sylvia，有冇啲投資者喺今日係追入去買啲 call 輪咁嘅樣？係啊，咁樣其實投資者都有啲留意嘅，即係行使價大概18蚊啊到20蚊嘅一個 call 輪㗎。嗯哼，OK，咁啊，希望聽日佢即係即係係啦，海底撈6862嘅走勢繼續向上升，咁啊，令到買咗 call 輪嘅投資者都可以賺多少少啦。好，咁或者我哋今日嘅討論就暫時到呢度，咁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傾個港股嘅情況啦。嗯，好嘅，聽日見，拜拜。拜拜。